来看政治消息，台北市长郭文哲要成立台湾民众党，伫政坛引起真侪讨论。创党敢是要选总统？其中恐惊卡到一个关键的人物。虽然郭文哲伊无讲伊要选，不过昨伊批评讲啊，当选无几个月就开始走总统大选行程，这是唔对的。这敢是咧暗示大家讲伊袂做落跑的市长？伫今日接受专访的时，伊承认讲，其实伊足无爱选的。敢有要选？这个关键的变数，敢是郭台铭？来听伊安怎讲。台北市政府亲主席郭市长看起来有淡薄仔严肃，连小朋友甲伊拍招呼，伊嘛无虾米反应。宣布成立台湾民众党以后，虽然伊强调家己是毋是要选并不是重点，但是外界认为，妨碍创办人郭台铭可能扮演关键角色。其实啊，跟所有的人都有关嘛。我以前讲过嘛，每一个候选人要能够说服台湾民众说，为什么他来当会更好？是毋是要甲郭台铭合作，留予外界想象空间？是毋是选总统？柯文哲坚持到9月才表态，伊嘛讲当选市长才几个月就开始走去总统大选，这是唔对的。敢讲是担心变成落跑市长，出马参选的几率愈来愈低。坦白讲我从头到尾都不是很想选，我正常讲，我会认为说。我认为啦，这种说当选1个月就在选总统，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。那只是很不幸，我们台湾就是很不正常。那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家当中，我们如何去思考怎么让它正常一点？柯文哲阁讲，家己是一个真歹猜测的人，就算甲无表态，讲要参选，但是伫这场选举内面，郭市长的戏份嘛愈来愈混乱。